干贝炉烤温沙拉啊，就是我们用一些蔬菜，然后我们这边先烫，就是我们有下一点盐巴了，然后我们就烫，把蔬菜烫熟就好。然后等一下我们要经过炒完，然后再烤，加一些奶油啊下去做烤的动作，这样。好，这是绿节瓜，切对半。好，然后我们的小番茄我们一样把它切对半就好了。这我们先放旁边备用就好。我们的杏鲍菇，我们把它划刀，因为待会要烤的嘛，哈。对，我们会先煎再烤，这样，对，它会比较好。差不多烫个半熟就好，就是类似杀青的动作，这样子就 OK 了。所以等一下还要炒过，然后我们再烤这样子，所以它其实不用完全到熟。像玉米笋跟这个绿节瓜，因为它质地比较厚一点，所以我们就需要稍微煮久一点，要不然等一下烤的话，它外面水会干了，结果里面还没有熟这样子。一样，先一点油，先煎我们的这个杏鲍菇，冷油我们就下去了，要不然如果你热油下去，它很快它会揪起来，代表中间就煎不到了。哦，对，菇很容易揪，对，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这种东西，我们就是冷油我们就下去，然后先把它压平。揪的意思就是缩，对，哦，会缩起来。它会把它缩，它会缩成，就你中间煎不到那样。好，像你看我们刚才压的杏鲍菇，你看翻面过来就会非常漂亮，它真的是很漂亮。对，每一面都会有煎到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这些蔬菜一样下来煎。然后这时候我们会下一些奶油，对，增加它的味道，增加它的香气，这样。然后小番茄也下来，然后这时候我会为了增加它的香气，我会打一支迷迭香进去，对。再炒一下，然后调一点味道，一点盐巴，跟一点点胡椒。这样就好了，对，稍微煎上色，然后就可以进烤箱，大概烤个2-3分钟就好。对，就只是为了把它烤熟，锅子不用洗，它有一点蔬菜香气跟我们刚才的奶油香。我们直接拿来煎干贝，那干贝我们在煎的有一个技巧是说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擦干，它才有办法煎到脆跟香。然后油。然后煎干贝跟刚才我们煎那个叫什么杏鲍菇一样的道理，我们一样要压，对，一样要压哦。对，要压，一样压着，就是我们要大火，然后我们一定要把它压过，就让它平均受热以外，就是让它接触面积比较好，会比较好煎上色。对，干贝很容易出水，对，所以你一在煎就很像它一直出水，你就没办法煎上色啊。然后一直在煎就我就是这样子，因为它会一直出水，然后那个水就这样有一点汁带那个乳白色嘛。对，是。然后呢，你就会发现怎么煎都煎不会漂亮，然后里面其实已经很老了。对，已经老掉了，然后就不好吃。因为而且我们用的是生食干贝这个样子，是。那像这样，它就形成一个。哦。那这一面要不要再压呢？不用，就不用再压了。对，把它煎这样。它会形成一个，这其实就是它里面的水跑出来的，形成了一个保护膜，它的汁液，对，它其实是它内底的海鲜蛋白。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些调味，点盐巴，然后一点点的黑胡椒。那这样还要不要再烤？啊，就不用再烤了。这个就不用再烤了，对，因为它是生食干贝，其实它生吃都可以。我们只需要把两面煎香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的炉烤蔬菜它已经出炉了啊，我们现在开始做摆盘的动作。这样，我们刚才刨的小黄瓜，我们需要先把它水吸干，把它做成一个圆形，就是很像花园这样子，把它做成一个圆形，让它站挺挺的这样子。
哦，这就为什么要用冰块水哈？对，它会比较容易不要这样软趴趴的，对不对？它会站稳稳的这样子，是。好，然后我们这边有我们的油醋，它是柚子油醋，对，淋一点在上面，淋一点我们的罗勒油，然后我们这边滴上我们一点的巴萨米克的醋膏，对，增加一点它的酸度，跟红酒的香气。好，这是呢我们书佑带来的这个温沙拉哈。